台中梨山的密林果即卖正咧大出，也毋过今年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损失将近5成。讲若骹手慢熟是买无食无哦。真侪粒新鲜果子，这是人客上爱食的苹果。最近当时梨山被苹果给散开，这一道种10多年的果子园，最近除了赶工采收，嘛开放给民众体验买苹果。常温必须要在18、9度。梨山地区是台湾上大棚的苹果产地，适合生长伫咧10多度的气温，加上山坡地紧排水，互梨山的苹果食起来甜个脆。啊，当年11月到12月暗时的温度会降到剩10度以下，互苹果内底未当伤，内底个生蜜，是人客上爱食的蜜苹果，滋味佮不加特别。经过冻的时候呢，冷冻它就会结蜜。这蜜会造成我们的苹果非常好吃脆。苹果一年满一摆，栽培管理是真够工，农友跟人5万，大家跟到支持捧场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